喺香港推動運動發展，好多人睇嘅係成果，但係我睇嘅係堅持。着上西裝，我嘅戰場就係台上面嘅 proposal 同埋背後嘅部署。香港資源匱乏，場地受限，係每日都要面對嘅日常。我成日都同自己講，幾艱難都要全力衝刺，做到極致。因為我知道每一個策劃出嚟嘅細節，點樣呈現呢一個運動，都有可能改變市場，改變生命。喺呢條具挑戰性嘅策略路上，加入 BNI 絕對係我最強大嘅後盾。呢度匯聚咗各行各業嘅精英資源，帶俾我天時地利人和嘅優勢，讓推動運動呢件事變得更容易，走得更遠。戴上拳套，我就係香港首位國際泰拳女教練。喺當初呢個男性主導狹窄嘅市場裏面，我學識嘅唔係退後，而係點樣衝破困局。拳館嘅空間雖然有限，但係我嘅夢想從來都冇上限。擂台教曉我嘅係勇於面對挑戰，無論面對幾強大嘅對手，都要保持冷靜，穩守突擊。喺搏擊市場嘅夾縫中生存，係 BNI 嘅引戰力量同埋信任系統，為我開拓咗無限嘅商業藍海。透過 BNI， 我贏得更多大眾對搏擊嘅認同同埋接觸，吸引咗唔同企業老闆投入資源，更成功開拓學校市場。喺2026年1月，我哋舉辦第一屆大灣區慈善搏擊賽，為 BNI Foundation Hong Kong 籌款，讓我可以用自己嘅專業作出全方位嘅實踐同埋貢獻。策劃人嘅理性同教練嘅熱血，呢一份一文一武嘅磨練，成就咗身心強大嘅我。環境越係艱難，我越要打出屬於香港運動界嘅節奏。我係伊花珍，呢個係我永不言敗嘅故事。加入 BNI， 與強者同行，讓我哋一齊用文武雙全嘅智慧，創造不凡嘅商務傳奇。